年过2年的书法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很多。哎，我今天没有带那个粉底霜，粉底霜行。好，你知道了。啊，你觉得有点？可能光顺笔，然后沾墨，可能全部都用完了。我写好了。哦，你怎么不要写那么简单啊？我还要画画，弄粗一点。我还要画画，我有写好吗？很好，有点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喜欢画画，所以我要你觉得呢？就是为了去看，因为它是好慢。我想就是想逼根本的，问题是你看。多点一点就10块钱了。多加10块可以吧？因为我怕太麻烦粘在一起。还有新的一年，今年是兔年嘛，祝福大家玉兔迎春。新的一年要招财进宝哦！祝大家大吉大利哦！好，那个快乐倒计时的人，1、2、3。